好，开始。好，开始读。好，本校分会有分罪。分罪哦，本校分罪有科，敢是安尼？哦，对，有科对，有科甲各顶科，高了解，嘿，中科咱中文敢有高读过这顶啦吼。科系啊，敢若拜咱有讨论有科是啥物？嘿，有科甲高顶科，有科4年，高顶科也4年，金姑娘幼园做校长，高姑娘甲五牧师娘教音乐，以外有6个教员，2个内地人，4个本岛人。先是年年也有那家天，也有那家天，迄个那敢是啥物意思？迄个那家敢是共款的时间，嘛是有家天。有哪家天的意思是有，也是几哪？有哪家天？哪？所以讲是哪？伊是哪？有哪家天？那是第二声的那吼，哪家天就是一边有在增长，我怎么有人在那讲？了解，那完哪？还是这个？有哪家天？愈来愈所以讲愈来愈两项代志同时做啦，这是上好解说啦。是，所以讲哪行哪讲这款的。对。所以哪家天意思是你学校你进行中原来老师有愈来愈原来家天了，请老师安尼就对了。所以有迄种两项代志你同时阵你进行，你学校原来你进行我原来有开始你请新家天老师安尼，毋是讲我学校停落来，还先去撮好再开始个点开学，无是学校哪进行请老师原来哪进行安尼。所以这个那里就是安尼啦，拄则袂晓解说，知影意思解说袂出来。伊个上好解说就是两项代志同时咧做吼。哪行哪讲哪行哪食这是代表足好的讲法华语毋知要怎讲，边走边吃边对啦，对，是有讲法。但是这个边代表的那里差足多所以足多人都袂晓讲。系啊，拢系。好，继续也有哪家天？好，对即时所教的较侪拢是用国语，学校的程度也哪悬。这个哪就是愈来愈悬的意思吼，程度愈来愈悬，哪悬。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本校分做有科甲高中科，有科4年，高中科也4年。金姑娘幼园做校长，高姑娘甲五牧师娘教音乐，以外有6个教员，2个内地人，4个本岛人。先生年年也有哪家天？对即时所教的较侪拢是用国语，学校的程度也哪悬。好，继续吼，后一段。第191有4个对高。我读我会读到1919安尼。读会变调，好。1919，好，第1919有4个对高中考自业，
好，因是头一回。哦，短两句就结束啊，这段。敢要继续读后一段？好，你来读短一段。这样我先看一下这边相片噻。是淡水女学堂开学式开学式。哦，应该是开学式，我相信是印对开学式。开学式也开校了哈，但是讲开学，讲开校哈。是。开学典礼就对了，开学式。好，这个开学式是讲这个学校建好的对，也是开应该是建好，我说建好的时阵的开开幕了，开幕式了哈。是1907年嘛，伫10月1日1907年开学。1907年女学堂的课程以及别项拢改良。我袂记伊即个学校是当时开始的。淡水女学院伫1883教育署有建筑一间学校伫淡水炮台埔，伫1月19日1884开学，迄日真闹热。伫宜兰有100外开学日，3、4个学生来入学。但是这敢是女学堂？对啊，女学堂啊，为什么讲1907年？看是100几年就开始啊。毋是讲中间有关几哪年？是吗？也是有改变课程以及目的是要互查某囡仔12岁以上的机会，通得到普通的学问。10月1907年开学。所以这个开校式到底是讲开学还是讲迄个，我都唔知。我看卖印象中，有啦，伫63页就是前一页，毋过伊是讲伫10月，我看卖应该是10月1日的头一段，前一段女师会有派什么的关键的。等下，伫1907女学堂的课程跟别项拢改良，所以讲应该是有改变的意思吼。讲伫10月1日开学，是改变了后的开学，敢是这个意思？可能是，不要紧，这无。系啊，所以讲有迄个相片嘿。伫1919有4个对高等科作业，因是头一回，头一届就对啦。咱用讲头一届吼。是。1919什么是头一届啊？因为是高等科，敢是讲其他的进前的伫即个代志进前的拢是有科，只有即个是高等科。嘛才8年啊！你若讲自8年前算起嘛，才1911啊，已经1911啦，1911对啊，这什么意思？我若真正看无。1911，头一回有遮尔侪人。进前拢无法度。我系啊，我叫诶。唔知啊，不要紧啦，知影为虾米讲是头一回？系啊。咱无要研究伊历史啦，吼。系啊。继续后一段。这好我看。好，后一段吼。为着新的教育，教育令。命令迄个令，教育令伫11月1日
伫哩学校的名称改做淡水女学院女学院。若是名无过，爱得到政府的认可，就伫学校。等下，若是名无过，爱得到政府的认可，就伫学校袂得通教师圣经，所以才换名。了解。本人生徒是啥物意思？生徒生徒，这日语啦吼，好迄本人敢是本地本地的话，古地啦，古地对，好，本人生徒拢是本岛人，打对4月1923起要说共学了解，起要说共学。也要应该是1923起，23起对，好，爱有一个迄个到点，1923起要说共学，好，安尼就较通啊。好，要说共学，也要准学生读通学。共学甲通学是啥物？有啥物无共？就是共同，本岛人甲日本人拢有，敢是即个意思？对，日台共学。好，叫做共学。迄个通学的通学我都看无啊。通学我知着。好啊，就是本地若看多一个共学，就爱理解意思。共学后壁出现一个通学，就毋知啊。爱知一个好。日本时代足侪物件咱无学过。系啊。无呢，无通学这书哦。好，来 Google 看卖。通学。真正找无。好，来教育令。Stop。教育令。手机啊。敢是乱真啊？对我手机啊写，不要紧，无掉。咱来看一下台湾教育令啦吼，因为这历史系啊，背景啊知影一个，我实在毋知你读啥吼。嘿，是。台湾教育令，你即马我分享画面你有看到吼？无呢，无看到。你无看到我画面，我无写，我自头到尾一直拢袂记写我。嘿，进前读迄个出席线时阵有看到。对，我拄则即个读即个教育书时，都袂记写我画面吼。台湾教育令，日本时代台湾总督府所颁布有关教育的法律命令。台湾教育令通常是指台湾的第4期台湾总督府为着台湾特殊环境所颁布有关教育的法律命令。该命令主要发布过2遍吼。分别是1919年发布第1次台湾教育令，大正8年，这是特令第1号。1922年发布第2次台湾教育令，吼，所以2遍，1922、1919差3年，吼。大正11年特令第20号，并且伊实际状况以及相关法令改变有真侪遍的改革法令修订。前述第2次的教育令伫这4年修订，并无第3次教育令，所以是2遍教育令。对台湾来讲，读教育书这2遍的教育令一定要知吼。1895年到1919年教育令发布进前，内地人的教育是直接依据内地法令办理，但是台湾人的教育是依据
总督府颁布的学校官制、学校规则甲学校令，台湾人以学习国语为主，并无完整的学制系统可言，就是无唔知啦吼。question mark。这个时期开始设立国语传习所、小学校、公学校、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学校、医学校等等。这是1895，这是日本人来了就开始就颁布的嘛。但是伊是1919年才颁布，所以是偌久？1895、1915就已经经过24年后颁布这个教育令。1896年，即摆是讲这历史啦。1895到1919年安尼吼，都无状况。19最主要是今年啦吼。所以是这个总督府明实管理龙，这是一个足好的总督吼。你知啦？你知这个总督听过吼？唔知，唔知。你唔知啊？来唔知是这个总督是唯一做代理台湾的总督，伊代理台湾，即马应该是刷走。我唔知佫伫诶，应该佫伫诶啦吼。伊代理台湾哦，伊对台湾就有感情诶。所以伊死诶时阵，伊代理台湾。因妈妈嘛代理台湾。因妈妈，因迄个部队吼，有一个鸟居吼，有迄个鸟居，迄个鸟居伫咧本来是伫咧台北诶一。即嘛叫做森林公园。较早迄个所在去，互国民党就占去，互因外省人做贯穿嘛吼。所以迄个鸟区甲迄个无，就伫咧内底，就是变成因着用甲足乱的吼。即个总督你毋知说爱。爱熟悉一个。一定爱我甲你介绍，即个毋知是足可惜。是元2。好来，先来看一下伊的无吼。各地的嘛。伫倒位？伫中山区林森公啊，所以是毋是已经毋是森林公园，即嘛是刷去伫即个林森公园的鸟居吼。是伊的即个残留物。1997年当地公改建时就地保留，但是因为14、15号公园，所以迁刷到2、8公园，可能再个刷转来即个不是公园遮吼，所以即嘛应该是伫遮。1919年就过身啦，1919年过身的吼，安葬伫即个三桥顶墓园。为什么有？因为伊是看做是军事，因为因拢是迄个嘛，因拢军人出身的嘛，所以有了后即个性格。你另外1949年了后，伫遮第一步伫建贯穿，因为反正就是你个糟蹋的，就无水准呢。系啊，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啊。即寡中国人，就是当然因对日本人就切，咱会当理解啦，就是因做即寡代志吼。后来因为迄个公园拆迁有一个什么上吊呢？好。即当阵佫是国民党因佫足嚣摆的时阵吼，虽然是阿扁也做市长吼。系咩？我中国人真正是吼。因嘛讲你甲阮即个算贯穿嘛，甲拆掉你日本人你保留，所以因足袂爽的吼。其实即寡历史我都无解清，即寡新闻我个迄搭阮佫无注意着吼。系啊。问题就是伊即个留伫遮啦吼。另外是因的老母叫啥名？我怎袂记得因老母。因老母
我记得二郎。歹势，我记唔对，毋是因老母，是乃木希典吼，因老母。所以我是。好，这是明石元二郎吼，当然伊名声就好诶啦，因为伊就听台湾诶啦吼。甚至是拄则看一篇啥啦，讲日本人有咧做代志诶，总督就干那一箍，是安尼讲诶。哇，就是。这当然无可能啦吼。你要讲起来迄个，夸大毋知影要安怎讲听，淡薄仔伤喊过啦吼。嘿啊嘿，是。你要讲起来迄个去拍原住民的迄个叫做啥物左九间卓马泰。迄嘛足认真办代志啊，拍甲原住民放袂掉。系啊，迄则真正是拍甲。你若讲伊来遮吼，混了摸鱼过日子，原住民好个因为太认真了，拍甲原住民你山里。所以讲做代志嘛，毋是完全的好代志。认真做，互你惊死我来讲。OK 好，我其他你有兴趣，再找时间家己去看哈。就是这个总督你爱知影，这个是台湾来总督内底另爱知影，因为这个人是为国代伫咧台湾的吼。你看伊迄个教育令是1919年宣布吼。嘿。6章32条附则，分做普通教育、私立教育、全面教育甲师范教育吼。我爱看吼，详细我爱看。第2条，1922年，第2道啦，应该讲第2道台湾教育令是这个田健治郎吼。这个田健治郎简单讲就是伊的汉学学了足好诶，伊的日记拢用汉文写。我是讲你拢看有啦，你无需要捌日文，你拢看有。厉害！因为拢用文言文写，所以你绝对拢看有。嘿，所以伊的汉学修养就好，但是伊的政治方面安怎我毋知啦，我毋知影。伊即个教育令我看，就开始啊吼。1922年，就是变成讲即个内地延长主义嘛，内地延长主义嘛，所以变成讲我希望讲恁的教育制度的一个就好啊，莫分做两个吼。所以就是你大家强学啦吼。这详细有兴趣再去看吼。我一直讲这最重要就是讲，你若无了解这寡，你毋知影日本时代发生过什么代志，尤其是教育方面吼，这重大嘛，因这对台湾人的思想上各方面其实影响是足大。另外就是讲，你要看对一个角度来看吼，有人讲日本人因为歧视歧视台湾人，所以迄个教育制度是就分做两种就对啦，甲你歧视公学校甲即个小学校公学校的资源较少，小学校资源较侪，无毋对，这是事实是安尼。但是分做两个学制，我认为讲是歧视的，毋是一种正确的讲法啦吼。因为迄当中这两种学生，一个讲台语的这种。台语或者是翻学校啦，翻译的，像咱满国想翻的，就讲台语的，或者是客语的。另外一种讲日本文的，你无可能甲落做一个教，因为教袂来。所以迄人为虾米两个系统，绝对是一定要两个系统嘛，我不要哪甲你教。系啊，所以分两个系统，照你讲起来是，毋是歧视，但是有人讲你就是歧视无毋对啦，因为日本学校的资源较少嘛，日本学校的资源较好嘛，老师嘛较好嘛。所以讲较好是反正就是意思就是两个制度，看你用什么角度来
华人中国人就伫讲，啊，伊就甲你歧视，所以甲你用分两种。啊，在台湾人的角度来看，是应该是你若无甲分这两种，绝对是你糟蹋我，哦。是。后来就是因为内地嘅缘长甲即个，伊总是希望讲我会当改做一个系统嘛，因为我嘛无希望分做两种，所以伊后来就是第二道即个教育令。好，咱讲到这，咱继续来看吼。好。7:32吼，咱对来看下对。我看觅。拄则读到已经这段已经读煞，就是后壁有一个强学啊，上尾同学嘛，上尾同学嘿，同学。1922年哦，所以是1922年的强教育令。系啊，迄摆的。然后说看着1922年教育令内底讲同学，迄个什么物件？同学，我先查一下看同学。普通学，无同学，唔知什么意思。我小理解者吼，原则是根据修正教育令来规定来办理，互内地人甲台湾人会当伫咧同一个系统来教育制度来学习，并实施历代强学制度。所以就来讲，强学制度1922年以后才开始吼。但是阮阿公因，阮阿公较早，因迄当阵拢读公学校，因为就是后来就无公学校啊，拢一路叫做国民学校，我会记得是安尼吼。等下再看嘛。初中教育方面，第100规定讲，以语言使用状况，毋是以原则来做入学的标准，规定各用者入小学校，发令以小学校令，非国语使用者入公学校，公学校相关规定总督府。所以这无强学啊，毋啥物讲这强学制度，就是即当中佫分小学校甲公学校嘛。等下讲，中等教育以上男女分校，以自身学历参加考试入学，是原则上中等学校以上才是历代强学，所以毋小学校也袂啦，中学才有啦，初等教育规定日籍的子弟人入小学校，这个进男女分校中学校。不管或者就是中学了后，就历代强学啊，因为你公学校读煞，伊认为讲你应该有基本的一寡日语能力啊，所以过来对才到边来读啊，安尼。OK， 好，到这毋知啥物叫同学啦，先来看无。而且是读同学，系啊。而且是安怎？我就讲是读，是一个读，所以讲看起来同学亲像是强学的，要安讲同义词，敢是安尼讲？看起来是差不多意思的款。我甲读一遍，我甲读一遍吼。为着新的教育令，伫11月1日1922学校的名称改做淡水女学院，若是名无过，爱得到政府的认可，就伫学校袂得通教示圣经。我看无解理解这个意思。若是名无过，爱得到政府的认可。伊讲若是名无过，就伫学校袂得通教示圣经啦，吼。但是我无理解中插一句话什么意思？爱得到政府的认可，意思讲你若无爱名要教圣经是袂使，爱得到政府的认可，可能是这个意思啦，吼。看起来是这个意思。所以才换名，你若改名就免政府另外付课，我袂当接教，吼。看起来是这个意思。本人生度拢是本岛人。当对4个，因为讲中学开始要强学嘛，所以对4个开始1923起要设强学，因为规定嘛，中学要强学嘛，
也要准学生通哦。哎，我看有啊啦，就是你要住学校啦，吼，你会当同学啊，你会当坐车来学校，你驶车行路人袂使啦。啊，为什么？因为同学头前迄个字读是，敢毋是读册读？你讲对一字？就是同学头前有一字读。伊叫你当时要设共学，也要准学生读同学 ，OK。所以讲我就毋确定迄个读毋就是读册读。对，读册。我看迄个读册是同学是管的学校，毋是同学。你看吼，伊进前是啥物？进前学生爱住学寮。嘿。就是袂使同学啦，袂使。咱即嘛是讲同学啊，同学同学。嘿，毋过即马讲同学迄个通谬迄个意思，就是动词。嘿啊，头前袂有一个伊即个当做名词来用，直接讲啊，你读同学，所以讲嘛有即个讲法，就是住伫厝内去学校就要读同学。我今仔日才学着呀。嘿啊，所以拄则我嘛是有想到即个通谬即个意思，毋过头前出现另外一个动词，我就无确定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啦，吼。好，继续。好，继续后一段。好，淡水女学院的成绩年年哪好啊？成绩啊，安尼就了解成绩年年哪好。一项就是因为校长也是校长。应该是应该是校长吼，这个应该是typo吼。系啊，校长小可怪怪，而且后壁是讲迄个金姑娘，就是迄个校长无毋对。好，所以讲伊个即个应该是校长。金姑娘不知热心鼓舞学校，又过本校的职业生，几若人做先生，也不知第二。应该是第二吼。应该是第二，两个拢第三声。第二，将道理引带学生。若是内地先生，就痛，敢是这样咧讲？就痛，也大，嘿啊，大帮赞本校。九痛可能是10种木种。对，嘿，九痛。好，大概来讲，年哪好吼？年哪好？感性讲法，其实即嘛就好诶。系啊，应该扣倒来用。华语拢讲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台语哪好？你知影意思嘛？吼，是哪好？后来我看淡水女学院诶成绩年哪好？一项就是因为校长金姑娘不知热心鼓舞学校，又个本校的职业生几若人做先生，也不知第意，将道理引带学生。若是内地先生，足痛，所以这个足毋是少了，我毋知是啥物字吼，足痛也大帮赞本校。迄个石敢毋是石头的石？石头的石是 CHIOK。好。石，这是石是咩？看出来条的这里，感电CHIOH 第八声，真正是石啊，拍做石啦，拍者，所以石头的石，安尼无对。好，后一段吼。好。
好，伫遮做年，伫遮做年的中间，毋是遮做年，是遮做伫遮年做年的中间，有侪职业生离开学校了后，有诶不只有利益伫教会。是。好，这段短短你敢要来谈？伫遮侪年的中间，有侪职业生离开学校了后，有诶不只有利益伫教会。好，这部分即集读了啊，咁啊继续后一部分，后一集好。法国拍台湾。OK。好。这段要开始讲迄个侵华战争啦吼。这较早伫个历史咱拢无读过，无读到遮详细啦。今仔日来补习者吼。是。好，第180组，法国有来拍台湾。未开战，好，未开战的时，因的战艦今嘛叫做战舰吼。哦，所以讲系战艦，即个我来记一个战艦，好。因为即个男字即嘛虽然袂晓发音，拢会讲剑感吼。感哦，但是迄个感可能是白音啦，读毋对去。我讲卖。好。我看有即个音，我记是无啦。好。汉字直接用汉字册。好。战艦，这是第几呀？像你刚才讲一个音的蓝吼。蓝嘿是。剑尊吼。嘿是。战艦好。嘿好。好。未开战的时，因的战艦大升入归人港。归人港。到8月5日，才开枪拍归人的炮台。好，继续。迄个炮台用真侪什么米？煮米是糯米。哦，好，这个我记一个。煮米。哦，炮台用好，应该会使了解。无用阿门土进前用煮米去控。好。迄个时阵好了解。好，用真侪煮米糖甲来灰好就是灰迄款吼，甲灰来制作。了解。总是开战半点钟久，炮台拢歹了，就害诶，拢歹了好。中国兵拢啥物？拢走好，拢选好，拢走好。平酸就对啦。平酸对。阿伯讲，好。假使你该无输甲即个，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吼。甲一个英国人去看炮台，看死的啦，不是，看死的兵真侪倒伫涂骹。以后法国海军等者，以后法国海军
中将中将了解中将，请该牧师去看因的战艦，或做拉加利松。后壁看袂清，加利松什么？拉加利松内。哦，嘿，看，你的发音真标准啊，加利松内。加利松。加利松内，嘿，拉加利松内。好，也报伊看战艦的准备，互中國的什麼話大槍，所以講迄個是天大槍。好，中國的大槍拍三空，好，離水約了，離水約了一尺懸了解一尺懸了解。法國人耍烏魯中國的炮手，講不知勇敢。好，了解。好，這段你敢來看？來讀一下這新聞報道第一手新聞報道，咱啲進前我唔捌學過法國拍台灣，佇1884，法國有來拍台灣。未開戰的時，因的戰艦大勝入歸人港，到8月5日，才開槍拍歸人的炮台。迄個炮台，你知影佇倒無？應該叫做啥物？歸人遐一個，我一時啊，才甲迄個名袂記。看覓，就是迄當老兵團伊要開迄個鐵騎路的時陣，勝過迄個所在，叫做啥物？遐有一個隧道有無？你即馬你知影我咧講？毋知。歹勢，咱就看者好。直接看地圖好啦。因為你愛有一個地理概念，無毋知你講啥歸人港佇遮嘛看一下即個山，遮較懸嘛所以迄個炮台是設佇較懸即個所在。西球嶺啦，歹勢我是袂記哩歹，我即馬年歲較大。有時我地名、人名想袂起來西球嶺，原來就是迄個獅球林有一個炮台嘛，迄個應該聽過嘛獅球林炮台就我拄則講迄個老兵團伊拍過迄個崩坑，就是即個獅球林隧道佇我嘛佇遮獅球林西炮台佇這炮台佇遮你看這圖就知啊。看伊若徛佇遮應該有即個相片，較好看得到相片你若看遮徛佇即遮，看着就是安尼。所以你炮台等遮拍就一式炮台好所在啦，來顧即個港就對啦OK 好，咱轉來遮，轉來拄則讀對所以炮台就是我相信就是你講迄個炮台因為你炮台無可能徛佇港邊一定是拄則迄個較懸的所在安尼。一定是西球嶺遐咱繼續讀，迄個炮台用真濟玉米、糖甲火來製造，總是開戰半點鐘，炮台攏歹了，中國兵攏走，過4日，該牧師甲一個英國人去看炮台，看死的兵真濟，倒佇土骹。以後法國海軍中將請該牧師去看因的戰艦，號做拉加利松內，也報伊看戰艦的船邊
互中国的互中国的大秤拍三空，水跃跃一尺悬。法国人耍俄罗中国的炮手，讲不及勇敢。算拍了准啦，讲实在，这事实啦，只是讲因为离水一尺水灌袂入去嘛，所以准袂紧。系啊，还讲有三空诶，袂歹。对啊，对啊，真厉害，好，算真厉害。好，继续吼，后一段。好，因为法国来拍台湾，台湾的百姓无赖入，这敢是应该是第8声接到入教的人，是入教的人讲是通番，大家决意决意，好，大家决意要会无北部的教会有达所在的百姓准备要抬掠毋是拍抬掠抢入基督教的信徒，教会人伫侪所在拄着真大的凄惨。原来凄惨的凄是有迄个鼻音，是凄惨鼻音对。好，凄惨，有诶互歹人掠去，用藤条拍好，有诶互因苦头壳是啥物意思？头壳是头箍啦，吼。哦，迄个头前迄个是动词啦，吼，后壁迄个名词。迄个苦，伊做动词是啥物意思？头壳，你先知影学即个头壳是啥物件？头壳，好。无收哦。也是用，伊是敢是收白音？我是拍毋对，对啊，头壳，AK 头壳，头壳，真正无收头壳。应该是。伊若是找台语咧，头壳。即字吼。哦。壳。迄个壳。嘿。壳，头壳。为什么无？我查一下即个，为什么无？那用安尼咧。暗箍，目睭箍，目箍。无啊箍，嘿。伊无收头箍。嘿。箍9箍，有9箍。电话你来。嘿。阮查某囝小等我看。安怎？好，请。是咩？你讲，嘿，我在家了喏。哦，好，我等下甲试。你无要转来哦？哦，好，我等下甲试。试偌济？好，了解，好，安尼好，我好。恁查某囝叫我甲饲猫啊啦。真好。你甲你查某囝拢讲台语，拢会。伊拢听有啦，嘿，阮大汉因拢听有。细汉就较听无。好，嘛是袂歹。好。
好，还拄则咧找讲迄头壳嘛个吼，嘿是，头壳伊无收头壳看起来是无。 ，OK，无安尼，毋过会使想着嘿，迄个里面，对对对，就是呵呵，迄个动词啊，甲即个加迄个名名词，词，嘿嘿，遐就亲像迄个孙悟空迄款的。嘿嘿，对对对，我看我敢有别个科，嗯，应该无啊吼，就是即个科尔啦吼，是，除了好，地嘿，科即个科哩，安尼嘿，地哦，地科，科原来是即个字哦嘿嘿， ，OK 好。好，啊，所以科就是干那，我相信就是干那即个意思，你看若无别的科啊吼，嗯，好，科头科啊，好，继续箍头挂骹扣，挂骹扣，手扣，有诶拄着伤，有诶失落性命。哇，就斩令诶，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好，因为法国来拍台湾，台湾的百姓无赖入教的人讲是同番，大家决意要会无北部的教会，逐所在的百姓准备要抬掠拍抢入基督教的信徒，教会人伫侪所在拄着真大的凄惨。有诶，互歹人，有诶，互歹人掠去用藤条拍；有诶，互因箍头箍、挂骹扣、手扣；有诶拄着伤；有诶失落性命。嗯嗯，好，OK，剩1分钟，无就甲差不多，即句甲嘿，读了，拄好，好嘿啊，拄好一页，嘿好。拜堂拢总互歹人遐遐七间遐七间，七间就是迄个数量，嘿对，遐七间，好，有所在含地基，诶，含飞机少，地基少，系连做伙地基少刷下去，嘿，就就含咧，呵，飞机少拢甲你连地学起来，基少拢无放伊刷，好，嘿。这段你敢来读一遍？来，拜堂隆重互歹人拆七间，有所在含地基石刷夹去。嘿，这爱就有力量嘿，因为地基少，敢毋是真重，这都毋知哇，个吼。真重嘿啊，呵呵，好，安尼咱后回再搁继续读，我看卖哦，这个拍的，这个嘿，起码正经，应该是真精彩吼，啊，超过3页啦吼，咱后来你好，来这个3页。好，好，安尼感谢吼，咱那里感谢，今仔日咱两本册拢读袂少，袂歹，今仔日到第66页吼，是， 66页。嗯，对第几页开始啊？对64页到66页。拢3页，嘿，好，读了3页，袂歹，好。来，我先。